主后2024年3月12日，每日是咱讲读经，回应主的权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第5章20节。迄日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看。”门徒就离开群众上船，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，有几若只船嘛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涌拨入船内，船煞雨水淹到要满。耶稣伫船尾靠枕头伫困，门徒甲伊叫醒讲：“老师，阮得要无命咯，你无要紧哦。”耶稣起来，即避风，佮命令涌讲：“静落去，定落去。”风点去，雨就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哪遐尼惊？恁还无信心是无？”因非常惊吓，讲来讲去，即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涌都顺服。耶稣过去加利利湖迄边看，到吉拉新人的地区，伊一个落船，有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，拄对蒙仔埔出来，拄着伊。这人拢住伫蒙仔埔，人用铁链都甲伊链袂牢。真热变，人用铁链甲骹扣甲伊捆绑，铁链互伊掣断，骹扣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。伊眠日伫蒙仔埔也是山坪乱嚷，佮用石头家己伤害。伊伫远远的所在看到耶稣，就走来跪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喝：“至高上帝囝耶稣，你莫插我！我记上帝的名恳求你，毋通苦楚我。”因为耶稣有对伊讲，邪神对即个人出去。耶稣问伊：“你甚物名？”伊应讲：“我的名是军团，因为阮真大阵。”伊迫切恳求耶稣毋通赶因离开迄个地区。迄时，附近的山坪有一大阵猪在讨食。邪神求耶稣讲：“互阮去猪群遐，通入去因内面。”耶稣准因，邪神就出去，进入迄阵猪，规阵猪约有2000只，对山坪撞落去湖里，雨水拄死。饲猪的人就惊甲走去城内，甲乡社报即个代志。众人就出来要看有发生甚物代志。因来耶稣遐，看到迄个互鬼附身，就捌互军团填着的人坐伫遐，有穿衫，精神正常，就真着惊。看到的人就将互鬼附身的人甲猪群所拄着的代志甲人讲，因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地区。耶稣要上船的时，捌互鬼附身，迄个人求耶稣准伊做伙去。耶稣毋准，甲伊讲：“转去恁兜，恁亲人遐，将主怜悯你，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，拢报因知。”迄个人就离开伫地加波利，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，所有人拢感觉真奇怪。
回应主的权柄。耶稣对众人讲论上帝的道了后，天色已经暗，所以和门徒做伙坐船过加利利湖。无拍算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影拍入小船，船洋洋要灌满水。门徒对大风影感觉真惊，耶稣却踮伫船尾靠枕头伫困。门徒赶紧叫醒耶稣，去问耶稣为甚物无要紧因的安全。所以耶稣命令风影平静了后，责备门徒的小信。门徒感觉惊吓，也怀疑耶稣的身份。后来，船靠岸伫吉拉森人的地区，耶稣落船，就有一个互邪神附身、无人会当制服的人，对着伊大声喊话：“至高上帝囝耶稣，你莫插我！我记上帝名恳求你，毋通苦楚我。”耶稣吩咐邪神对迄个人的身上离开，搁允准因进入附近山坡顶的地阵。地群互邪神附身了后，直冲山崖，全部拢落到湖底淹死。市底的人赶紧入城通知众人，大家一来发现迄个互邪神附身的人竟然身体清醒。因了解事件头尾经过了后，随时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地区。迄受医好的人想要群对耶稣，主却吩咐伊转去厝里，甲亲人讲主安怎用慈爱对待伊。经文中对伫主耶稣的权柄，咱通看到四种反应。门徒的反应是惶惶狂狂甲惊骇，邪神是敬畏甲祈求，市底的人甲群众是惊吓甲拒绝，受医治的人是感恩，搁想要群对耶稣。有意思的是，门徒检是早就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为甚物还充满着惊骇甲惶狂呢？迄位互邪神附身、得到耶稣拯救的人，正面回应耶稣的权柄，想要群对主，为甚物耶稣却叫伊转去？真可能伊已经互厝里的人离去侪年，所以耶稣爱伊转去，甲亲人讲主伫伊身上所行的神迹。这就亲像伫教会常常看会到的见证。只是，当咱听到别人见证主的大能的时，拢安怎回应呢？基督徒对见证的回应，可能是这个见证分享，互人感动感谢主。这个见证伤过离奇是无可能的。这个见证感觉真无真实，理性的信仰也是比较较实在。总是除了安尼以外，也有人拼命追求神迹的见证。实际上，咱若明白上帝的权柄，知影上帝的能力，敢讲袂当用搁较开放的态度面对上帝的作为是无？耶稣的传道和使徒后来的宣教，拢是神迹甲报道并行，因为上帝的权柄至大，上帝的真理袂当曲解。伫用圣经做基础的前提下，所有互人感恩的见证，其实拢会当互人看见上帝的权柄，也当帮助咱用感恩甲敬畏的态度来回应伊的计划甲作为。何况上帝有家己的计划，就算有一寡见证
无拄拄会发生伫你我的身上。总是这并袂当阻碍咱对上帝的认捌，也袂当限制上帝伫咱中间的作为。默想，我安怎看主耶稣的能力甲权柄？当上帝赏赐别人恩典，也是伫别人身上行奇事，我是怀疑、惊爱、惊吓，也是感恩甲懊恼。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有来自上帝的权柄，伫过去彰显奇妙的大事。我要学了你，求你也伫今仔日的教会彰显你的权柄和能力，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